听一首泡菜，泡菜去烘焙了后，都扑过来变头别个，这是传统，也是青岛人亲好的美水，无法度投弃的生命，是陪原来的生活，是陪翻新的空间，唔甘去按感念嘞。甘係按感念的，咱拍嘞每團搖搖，迄嘛個用來葡萄有奶奶個角度，好，那首泡菜哦，其實啊泡菜嘛算當較早期的個創作，安尼抗議抓啲吼，泡菜啊見。配個族群人也不講，福菜就是泡菜。當然當好啦嘛，因為也係咱客家當傳統的一種的，算講好食的菜，美食就對了。不過對於講，有一擺就跟我講，看阿妹頭一個泡菜，那個就是因為講。芥菜曬了以後，要把它裝進都要裝到一個容器給塞到一個瓶子裡面。所以我聽一段就講，無法度透氣的生命，感覺上密不通風啊，無法度透氣啊，慢慢給又不轉黃變色，就是失去原來的顏色了。一點翻新的空間就是。你就整個是被壓縮住，所以冇翻新嘅空間嘛。那我就想，感覺上對個種人細某人，尤其結婚啊細某人，伊想對講，乜嘅都係標配回到一個家庭，因為照頭擺嘅傳統來加起來講，細某人，家人們都係顧好個家，呢件事情係輕重要，冇唔錯係當重要。不過，為到一件事情，乜嘅都不用拍，都唱來聽一段來，你個生命都冇生活，冇一個本轉換，翻新的空間。當然，也係卡住頭擺嘅什麼嘢，啱美嘅台嘅，我也台開始，尤其下一台都看唔咩安尼來情形啦，吼。所以街頭運動。比如講女權啦，都協幫一個性別這個整個運動來構強。因為就是講，我現在小泡菜係較早以前，上到頭擺個什麼人，佢為家庭貢獻，親妹嘅人選，親妹係講，係乜個用嘅葡萄有奶奶嘅角度，你是如何被陳腔濫調的人去訴說你呢？變講講，家下什麼人唔自家嘅話語權，要講講，唔自家還要詮釋自己生命的權利，都是操在別人的手裡。所以我認為就是講，像安尼嘅情形，係過去嘅什麼人，艱苦嘅蔬菜。所以我講，運動，雖然講過去，不過我為過去嘅什麼人寫一首安尼嘅作品。